现在利用这个机会了，给各位大家简单来报告一个小小的公案，让各位你们可以参考，也借这个公案呢，随时反省自己。这个公案呢，就是说有一次啊，有一个女众叫做比色雀。他带一些很珍贵的礼物要到央且国，准备送给他的亲戚了。但是没有想到啊，他一到了边界城门的时候呢，城门的守卫见他很有钱，竟然狮子大开口，向他强索一笔很高额的关税。这一件事情啊，令比色雀非常的不舒服啊。于是呢，他就向当地国王，就波斯匿王嘛，他就向国王检举啊。但不巧的是，这个波斯匿王呢，因为有更重要的政务要去处理，没有理会比色雀这个女众呢，很想平息心中的愤怒，于是他去拜见佛陀，寻求佛陀心灵的开导。佛陀呢，得知这个经过以后啊，他说心随境转皆是苦，心能转境才是乐啊。世人呢，皆被俗数还，说世间的人呢，都被这一种外在的不重要的芝麻小事在烦心啊，难得逃脱此束缚啊，很难去跳脱。佛陀讲的这个记忆啊，大意啊，就是在劝导我们众生，我们不应该被这种外境所影响，任何一个恶毒的言语或者是无理的举动都伤不了我们的，除非是你自己心中的愤怒才会真正伤到你自己。一般我们凡夫众生呢，很容易被日常生活的琐事搞得心烦意乱了，很难逃脱对外境的依恋跟执着。因此，如果我们情绪被外在的环境牵着鼻子走啊，那就是苦。只要我们能够摆脱对外境的依恋跟执着，我们要做自己的主人，才能获得平安跟喜乐。我们人生在世间呢，难免呢会遭遇到一些无理的待遇啊。比如我们去商店消费的时候，受到店员很粗鲁的对待啊，或者向公务机关申请或咨询案件的时候，可能遇到官员的官腔或索贿啊，或者在办公职场里面小人的排挤，或者是恶意的重伤，又或者是恶邻居的无理取闹，这等等等等。其实以上讲的这些林林总总啊，不外都是生活当中芝麻绿豆的小事情。但是如果你遇上了，也的确让人生气或者心烦的。比色雀这位女众是被佛陀赞叹为布施第一的女居士。遇到城门这个守卫对他戒事戒端，向其索贿的时候，他虽然已证到出国的罗汉，但因为尚未彻底断除贪嗔痴，所以对于这种恶质公务员的行为，也难免会动怒啊。佛陀就教导这个比色雀，不要被外在不顺意的环境影响到你自己的心情，应该要做自己的主人呢，善加控管自己的情绪。简单来说，就是不要心随着境转，而应该要心来转境。如同《楞严经》里面所说的，若能转悟，则同如来，就是你已经是有如来的佛性了，你不要受环境牵着鼻子走。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观念。我们正在往学佛的路上在走啊，我们遇到逆境的时候，一定要常常做慈悲观啊，行忍辱波罗蜜，才能够化解这种嗔恚。所以智慧无障碍，慈悲无敌人。能入这种慈心三昧，当下就没有嗔恨心了。各位，佛就教导我们，因为众生的习气很重很深，我们自己没办法改变自己，那么要如何是好？很痛苦啊，很烦恼啊，嗔恨心很重啊。这个时候要赶紧念佛，借着念佛名号的功德力加持，
才能把我们恶毒的习性改变，能把它化消掉。所以佛劝导我们念佛是真正对我们众生有利的一条道路。我们没有办法改变眼前的状况，我们就赶紧念佛。一念佛，那个观念就会淡薄了，嗔恨心就会逐渐的化消掉了。所以念佛是一个最简单、最容易、最方便的法门。今天我们将这个简单的公案来告诉大家。南无阿弥陀佛。